點解職場上最中意偷懶擦鞋嘅人往往留得最耐？感情上嗰啲毫無保留付出真心嘅人反而最容易被拋棄。唔好懷疑啦，呢個真係唔係錯覺。400年前，英國金融家托馬斯葛萊興 （Thomas Gresham） 就發現咗呢個令人心痛嘅現象，亦即係我哋耳熟能詳嘅劣幣逐良幣。當時嘅國王亨利8世為咗私利，下令發行大量偷工減料嘅劣質銀幣。當佢哋流出市面，啲人就默默將真正嘅純銀幣收埋，淨係攞劣質幣出街交易。久而久之，市面上就只係剩翻假幣啦。將呢個法則延伸到現代社會，喺一個充滿算計嘅環境，付出真心嘅代價實在太高啦。你嘅大腦為咗自我保護，會主動選擇將真心收埋，換成敷衍同套路。結果，真正有誠意嘅人集體退場，社會上就只係剩翻精明算計嘅人同假貨啦。我哋今日睇清呢個法則，唔係要同流合污，而係讓自己停止盲目內耗。當你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唔識貨嘅環境或者關係，最好嘅反擊唔係委曲求全，而係高傲退場。而家同自己講一句：呢一刻我主動篩選我嘅環境，我嘅真誠只會留俾值得嘅人。